幾樣樂器都考到8級以上，我可以廢寢忘餐。如果係譬如有音樂會啊，或者係有一啲比賽啊、考試啊，我可以一路係咁彈10幾個鐘嘅一日。2008年，我記得當年咧就係有一個四川嘅地震，我記得我喺一啲討論區、討論網嗰度就招聘人啦，就話而家我哋要為四川籌款啦，我哋想搞場音樂會去籌款，召集咗成60個管弦樂手啊，咁我哋就冇解散咯，咁之後就一路就成立咗香港業餘管弦樂團。我覺得我自己係好享受喺舞台嗰個感覺，或者係一個即興現場演出嘅感覺。讀中大嗰時，我有選修過指揮嚟學嘅，嗰時有學合唱指揮啦，有學管弦樂指揮啦。你如果俾我揀大提琴啊，或者係鋼琴啊、琵琶啊、指揮咧，我指揮一定係排到最後。因為我覺得你做獨奏，你可以好容易控制啊。喺2020年啦，嗰陣時嘅期間，我就發覺自己個手腕開始成日痛啊。總之喺呢個三角嘅軟體呢度咧，咁我係裂咗嘅，有嚿骨嚇，咁裂咗大概30%度。我諗而家大約得返以前30%咁嘅水準度咯。咁初知道自己個手受傷嗰時咧，其實都幾灰心嘅，因為我以為我自己玩完㗎啦，已經係呢個音樂嗰條路，咁寫字都寫唔到啊！咁整下咧，我就發覺原來我寫都冇筆字，我就攞啲心經嚟抄下，我覺得好悶，咁就開始不如試下畫畫啦。點知一畫咧就好似不能控制咁樣，好似突然間發覺咗，哇！我真係好熱愛呢件事。呢個次序我嘅邊個嘅先係咯？我都係中意一啲燦爛啲啊、璀璨啲啊、牡丹花啊，或者係玫瑰花，一啲濃烈啲嘅顏色。我諗嘅係都係同性格有關喎，即係我都唔係嗰啲好低調嗰啲咁樣匿埋做嘢嗰啲人咯。繪畫嘅夢想咧，我好老實講咧係冇嘅，完全冇夢想嘅。我唔會好似以前音樂嗰方面咧，我係好用力咁係希望自己想成為點樣。可能而家係咪年紀大咗咧？我覺得畫畫可能係一個我從來冇諗過要發生嘅事啊，只不過係真係隻手傷咗，突然間叮一聲多咗一個咁樣嘅興趣咯。所以我反而係希望隨心啲嘅。翻新家居點揀裝修公司好？